林老师能够度化无形大德。他根据的是佛教的唯识学，他说也可以学那个沟通了，要先懂了唯识学什么六识啊、第七识末那识、第八识阿赖耶识，还有它功能。然后提到呢，送走了好多自称为释迦牟尼佛、自称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呢。谈到很多个案还有跟那个自闭症的沟通，跟那个叫什么唐氏症还是什么症，还有植物人也跟植物人沟通，沟通到植物人能够站起来了，厉害了。有录成这个长的影片，2个小时左右。